照台南市民族事务委員會嘅資料，台南市有11萬嘅客人，客家人口徛喺全市嘅6%，分別係第37嘅行政區，無顯明嘅記錄。因此人口少，一群客人接送就冇講出自家嘅身份，歸難本人發現。唔過透過人際網絡，一條客人係一代小嘅一代。就形成呢越來越大、越來越有互動嘅客家圈，大部分呢就有韓國島嘅感情連結。對另一條來講，所謂讀到客人講客話，就感覺離家鄉有韓國圈呢。喺台南市林森路二段巷南埔地區，條一類改建嘅建村重飛新村。民國72年間下，就改做國有出冊，喺上嘅依度對外地來嘅人，對桃園龍潭來嘅起國祠就係其中一類。有看到嗎？試一下。唔單止地亞做生意，賣雅石路、天福路、天福一條東西，還係一類林種。我哋林冇客家人，太年輕了，其實是。感覺喺自家客家人，不過慢慢的就地方哦，唔係人口冇按多啦，冇按幾好啦。有家要採嘛？好久不見。哎呦，很久冇看到。奇怪此講嘅，天天嚟就地得，唔但唱自家係客人，喺認真而發現，對伊也教過嘅人下，有意圖都係客人。同啲徐老闆嘅口音，唱喺客家人啊，就問佢講，結果佢出去龍潭嘅客家人，佢因為我自己本身也做呢個廣播電台嚟主持客家嘅節目，我咪來採訪。非常感謝你聽眾朋友在日次打開你南都廣播電台 FM 8。啲主要係好樂化節目嘅地方電台，陳秀鳳主持嘅客家之音係電台度唯一一個客語節目，小嘅各類型嘅客家音樂，還有客家文化資訊。技術上講，台南有客家人啊，應該有本客家人嘅出生啊。講實在啦，剛開始做呢個節目嘅時節愛人我冇人我，愛請客家人冇客家人，而且為這個拿定六人機這個8點保護嘅萬奶請到客家人出去來給6人就好了。陳秀鳳講，廣播嘅力量真蠻大，所以伊那也去請，伊那也去問，兼採訪客家人物。希望喺台南傳揚客家文化，20年來也有意圖嘅成果，將佢簽到高雄南美縣客人王國慶。全部聽些熟悉啊，幾多閩南人呢？個屏東也幾多，有啲當親切啊，愈安尼啦。我講其他嘅客話好緊。唔啊，要講客啊，拄到都講客嘅啊，你直接講客嘅啦，你冇再講敬語啊。實地阿根廷成發嘅王國慶，過來台灣過後開業一間牛排館，認真以做人國食材有錢嗱嗱嘅，其實個牛排嘅人下係一類小嘅一類，每天天內發展出一張地嘅客人資料庫。因為客家人本身都有一種隱藏性嘅族群啦，所以唔對都也是嚟用傳示範蠻唔啲客家人啊，冇講也唔啲啦。接上會去牛排館教過嘅人下陳水橋，落戶啲屏東尼埔尾，一對國中高中退休過後，係過3萬去參加客家社團。伊講嗰樣事，針對屏東去到台南家下，係談過意圖，而知道真蠻奇怪嘅客家印象。做起真是很有個奇妙嘅人談到，我讀嘅太行人地啊。台灣有客人，有人講啊，客人係母系社會，這種講法唔到底下講，台南實在對客人相當唔了解，係啊，有團體睇啊，當然他個人很活絡，誒，冇窮樣，對以前真係冇窮樣。啲台南嘅太好，國立成功太好，按多年來未有客家研究中心。
伫好教推展客家文化，唔单止上网地做南浦客家嘅学术研究，也每啲通识考察有开课。伫台南也嘅唔系按客家嘅素材，爱讲客家少嘅本体家。大学期有70人3个学生来修了课，一年过去，你遐在中年从来你都唔知吼，咩唔知因搞起有咩什么个效果吼。所以对去年起始研判的客家做法通，希望全学校嘅先生客家学生嘅大帮按呢来认识客家，也为采替客家八音团去到学校搭八音。今年3月的成立嘅生态客家山，宋正业含同台南市民族事务委员会。向下办客家实测文化研讨会，因为佢也被学者来发表同潮汕历史、实测文化相关的研究论文，俾台南的客家研究留下贵珍贵嘅文献。有马个吹，对那个地方有后续，就你是挑白客家县民来台湾发展到台南了下，发展两邦的客家文化。透过我们对饮食的这个文化的了解，可以扣连到整个跟我们客家是息息相关。研讨会当中，还请来佢也被专业业者来分享客家秘密保存同实测特色的工作。希望对经营者嘅角度来分析韩国层面客家实测文化内涵。对新竹新埔来嘅刘振豪，22年前带定一部大车下去，到离家乡为300公里安远的台南市，对卖一次性的路卡接送为10多位保卫客家馒头。退伍之後到披薩做事嚇，就講啊，冇安尼上10班頭街度，咪講不如咯，睇個為阿爸為做包饅頭，聽阿爸媽媽教我喺度做，做學會之後，我就是在做饅頭店裏面。講好咯，係邊度愛間人下行過錢，唔過講來唔係規章，要答係賣保衛客家饅頭。伊到人下都覺得也係外省人，仲愛種大餅，唔單止愛學其他嘅方言，這樣時沿兩公婆過辛苦。但伊對半夜3點，無限到暗晡時頭11點，然後來嘅退伍歸來接電做，我也係負責另一間飯店，幾部人向下大餅，未算係苦過來嘅。一客人講學羅位一強，因為上喺度啊，咁個一客人硬着頭皮講啊，因為冇講學羅，所以難做。記得可能就是當3萬，當3，所以記得去到家人就千千不能傳來，所以記得會後會排斥喺度。咁個老人叫20年嘅做，大家冇乜問題。以前台南我是最年轻的，还等我现在已经台南是最老的中医师。今年77歲，羅布地桃園陽梅嘅羅漢醫師潘立平，第一特別今年看病56年呢，伊係在替最有名嘅醫生。這樣時，伊過季節回到家嘅每家台南發展。佢係好多人係有客人相處，唔係以服務為時態，所以伊就對唔曉講本地好老話好意思。人家客家話啦、建議啦、台灣話，教育都在講嘛。以前那些人他也不喜歡講他是客家人。以前呢，他人台南對好像對客家人有一點溝通，有一點那民國50幾年那時候都是有一點排斥的。慢慢因為就在度在啲，佢尾自家願意然後大家講安愛行嘅。冇想到嘅係台南市最有名嘅客門咖啡館，竟然也同客家有相關。藝術片係一間在菜傳統，藝術片係一間書店。以下冇注意，唔會發現到啲東亞片將38公分嘅大門含入去，會有一間咖啡館。
伫太正年间，戏业也动物嘅系仿使用式的建筑。伫台南市南门路巷，已经有800年的历史嘞。不过结合木草和加砖草，系用触控雕塑，无用扳机螺丝的工法，有特别仿19世纪奥图曼式的窗的门，所以也当老屋嘅看起来还个有历史的感觉，咩加过有文化内涵。想要好好保存建筑本身的风貌，隔壁馆的主人 Jessica 系发美仪态的精神。老屋可能会去寻找适合的人。好，那它有一种吸引力，所以它有吸引到我。那基本上，我认为我应该是有老灵魂的。我当初是用古老的方式去维修这个房子，是用那种就是会维修古迹庙宇的那些老师傅来整顿。I read about it in a travel book, and it was opposite this temple, so it was very central. And we heard about other tourists that it was a nice place to visit. And well, the food is good, the drinks are good, everything is fresh. 打开隔壁馆的菜单，出题小姐建筑的历史，针对餐点饮料的文化背景，也过功夫来小姐。伫台南贵社看到的擂茶，Jessica讲伊系调伊来买的。有稍微碾一下，有没有？它是水，然后也是利用。我有客家文化元素的饮料擂茶。系 Jessica 听说买水煎本外国观光客的饮料，伊讲买水煎其实有着实行。当初在开发菜单的时候，那有哪些东西是大家都没有的？我就开始引发我自己的身世的探讨，发现我是客家人我应该要把客家的文化或饮食把它带进来，所以我就引进了擂茶。我去翻族谱，我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我是曾子的第75代后人，就是有融入台湾的其他文化，然后加上还有卖咖啡啊什么的，我就觉得很丰富。我们今天刚好想要聊艺术相关的话题，所以我们就来这边。一群对国体赛来台南的新台南人，天天神态度一类小姐一类，天天的发现到有引来印度客人，同传统客家族无共用，啲客家人口比例无到10%的台南市，此外到21的客人对故乡的感情，就多为一类人是在分享。